当晚用酒彩发掘潜入浪漫风情的客家式画家杨淑辉，经过3年过推出，名按照残忍的全新改展，佢用大量的色墨来凸显画的缤纷性魅力，嗰搭配充满异国风情的体验，大部分民众很难丰富的视觉享受。佢作品从呢日开始为支持展出到明年的正月初7。快到闹闹化或到动有生命力，画家杨淑辉佢嘅行人，佢畫到動優秀，到金富豐悠悠嘅供養變化，畫到動溫柔動靜，將係當印地瓷器，也係各自面紅嘅光線色水，就像某組條件真正嘅東西用嘅。動優時嘅畫面，人看呢就有一種從啲太自然度紅，安尼蜿蜒色彩感受。其实就我个人的创作的理念来讲啊，我的个性啊，我是一个比较浪漫，然后相对的我在画面上，我喜欢流露出一些温馨的感觉。同條擺單純嘅潛霧畫無共用，楊淑輝一擺展出嘅作品，每隔年嘅廿部嘅基地苗栗太湖創作家下形象，加部加順風嘅田中下景色，動用外國風情嘅法國蓮花池風景，都係老化一隻主題，填補成一定這邊背景。楊淑輝就會用畫筆同土地來對話互通。我看到是它背景有一些风景的地方，有像到国外去取景，像莫内花园这样。然后它有背景的处理话，你会觉得说哇，它有远景，有深浅，所以又觉得说很丰富。这画就很丰富的感觉。或许是因为跟山林生活已经很密切了哦，那在心灵层面啊，我感受到也比较平静。哦，在创作每一件作品，我会很希望就是说它与大地系列啊、大地的结合。那相对的作品会感受到一种很喜悦、很丰富的感觉。特別是用色同豐富、同有生命力的畫來做創作主題，也從楊淑輝特別運作參演的展覽，希望民眾喺欣賞其作品的時節，能感受得到佢啲創作家下想要表達的一份歡喜、幸福、幸福嘅感受。客家新聞前用準成做特別報道。